讲到台南天狗日的疫情本体是真严重，不过最近这几礼拜疫情有较降，顶礼拜剩648例，是8月中以后的上低点。目前卫福部决定改编工作队，会由疾管署天狗节应变小组来监督，协助市政府防治天狗节。伫台南64天，疾管署为了协助台南控制天狗日疫情，成立的前进应变工作队，确定20改编。因为台南天狗日疫情明显降温，最高峰一礼拜本土病例数2213例，到顶礼拜已经降到一礼拜648例，是3个月以来新低，比前一礼拜减少36%。中央还有市民的合作之下，看起来就说这个疫情已经降到3个月以来的最低点，然后那尤其3个热区已经降为暖区，嘉里区的第2型也已经控制住哈，就剩一个麻豆区。昨天到今天也都是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明显。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守住。罗南听干部阁宣布改编的卫福部长施水源建议是政府顺势推撒民间定期大病扫，也阁有消毒扣水沟的计划。若是台南市政府提出申请，卫福部会当提拨经费补助。控制的情形的话，那应该这个工作队是可以就说是任务达成。不过，并不是说中央就因此撒手就不管哈。那我们在中央仍然是随时会监测这些疫情。台南疫情降温，高雄第19个新增加51例本土病例，累计有2054例；屏东市累计287例。施水源认为，要防治天狗日，主要爱为源头做起。伊认为扣水沟是无必要的，搁较会生炭蠓虫，鼓励民众家己拆除，也呼吁新建案减少这种设计。记者综合报道。